我是林丽蓉，来自马来西亚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璇。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位老师，我们中大白的老师啊，是江庭韵老师哈。台湾台语语言竞赛评判委员，高雄市教育局新住民语言辅导团的顾问，前高雄市瑞祥国小的台语老师江老师您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真好，大家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老师的名字叫江庭韵，老师台语怎讲啊？我会甲人介绍，我叫江老师，江庭韵是我的名。江老师啊，江老师呢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教大家台语。老师现在啊，因为快过年了，所以我们第一集啊，想要跟大家教大家如何去从打扫这边的工作来台语。好，那老师，那个大扫除台语要怎么说呢？过年的时阵，咱拢会做大饼扫的这个动作。哦，大饼扫就是大饼扫，就大扫扫除，家家户户都扫除的意思哈，老师。是啊，大扫除呢，我们通常啊，就是客厅跟除，厨房那是我们个是重点之重，重点之重。那个客厅那么要怎么说呢？台语？客厅，哦，客厅就直翻，嘿客是，厅。客厅，那如果是把客厅打理干净，那讲啊，老师。甲客厅饼扫好清气。把客厅饼扫好清气。新泉，你讲看卖啊？把客厅打扫好清气。老师，我几分啊？安尼8这粒是拔，是谢加谢加谢客厅谢饼扫好清气，哦加客厅加客厅哦，饼扫，饼扫好清气。我讲不清楚啊，不清楚啦，但是我还是会纠正一下。老师，那还有厨房呢？厨房台语怎么说？咱会一般讲灶骹，这较乡土味、本土味啦。那即摆人有当受到华语影响，会讲厨房。哦，厨厨房房。但是如果是正确的，较早讲啊，就是灶骹。对，内底有灶，爱香火。灶就是那个炉灶，对不对？对灶咖。灶咖呢，就是我们过年过节这个大家大扫除这也是重点的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好。那如果是把厨房打扫干净，安那讲老师？甲灶骹饼扫，互伊清气。把灶卡饼扫好清气。对哦，我就学到了灶卡。灶卡，而且灶卡爱清气哦，安尼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才会舒服。我们5分钟的台语，我们要从复习一下，从是饼扫大扫除开始。对，老师，大扫除怎么说？大饼扫，大饼扫，把客厅打扫干净。甲客厅饼扫，互伊清气。把客厅饼扫好清气。再来就是厨房，把厨房打扫干净。甲灶骹饼扫，互伊清气。把灶卡饼扫好清气。接下来就是要贴春联，大春联，大春联，红红的就是喜气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台语到这，感谢大家，感谢老师，好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 Selamat pagi, tahun baru Cina. Chúc năm mới vui vẻ. Xin Tôi chào chào.大家。再见。